家好，我是叶子姐。今天咱们在天然大冰箱里找点吃的，找到啥吃啥。哎呀，这是啥？肚包肉、羊小腿，走，回家煮肉。今天咱们就拿砂锅炖肚包肉跟羊小腿。羊小腿倒里，加上水，放上一把家乡的大理盐，盖上锅盖，煮上1个半小时就可以吃了。肚包肉熟了，哇塞，看看里边放的葱花、小枸杞，抻出来，哇，看这羊小腿。吃肉，看着这一锅汤香不香？先盛碗汤，来一块羊小腿先，看着就嫩，撒点韭菜花，这肉嫩香嫩香的，再来个肚包肉，哇，看着全是瘦肉，来点韭菜花，来点辣椒酱。哇塞，这口感绝了！热乎乎来口汤，真得劲儿吧！再来个羊小腿吧。哎，喜欢吃牛羊肉的，喜欢吃羊小腿、肚包肉的，找银子姐没错。哇，真得劲儿啊！就这一口肉一口汤的生活，羡慕不羡慕？点个小关注。